中国经济专马通知民进党立委沈碧阳，最近佮公开一寡卫星影像，讲是沈碧阳住的所在和上班的地点。沈碧阳是靠说中国军演无效果，见效等上去才会不指出。若咱外交部嘛谴责中国违反国际公约，侵害个人隐私，真无品。 中国官方进前才对台湾民进党一立委沈碧阳发布通知，发出赏金，也讲全球对接。结果，车里经由官方媒体面世转发文章，讲经由商用卫星吉林1号自费定制影像，清楚表示伊的居住地甲工作地点。沈碧阳本人回击，恐惊是中共军演无效，才见效等上去，决定直接对伊个人来精准打击。 那他可能不知道，台湾人这个呢，其实用 Google Earth 看得比他还要更清楚。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把它放在 YT， 放在观察者网，以及呢在 PTT 呢，用这个所谓的虚假的这个 IP 发文，想要来做进一步的操作。这个就跟之前关西机场他们所操作的方式是如出一辙，想要去分化台湾社会。 其实，2005年10月2号光复节迄天，中国官方就捌公布一张由吉林1号所翕的台湾卫星相片。 地点亲像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台北港、新竹区和园区等，均锁定咱国立委非公开的私人资讯。刘委会讲，两方活动应该基于理性，也有尊重，批评中共纵用官方媒体来进行违法、无合理的所谓暴力。外交部也讲同话，认为对方已经无这上少的文明了。中国对我国及他国人民进行跨国镇压、骚扰或干预，均严重违反国际法精神及国际人权规范。 更明确显示，北京当局无视文明社会，对于配合中国进行跨国镇压的国内协力者，均应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呼吁民众莫真做敌对势力的在地协助者，为着维护立委人身安全加稳定民主制度，警政署讲的依照风险评估，采取必要警力部署。所谓发展部是谴责任何形式的网络搜查加所谓协力，讲已经在上紧的时间内，加Meta这社群平台交涉，要求停止流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